釣魚旅遊呢樣嘢，梗係釣魚就係其中一個主要嘅項目啦。一個旅客，無論佢係本地又好，國際嘅旅客或者係內地嘅旅客都好啦，嚟到香港釣魚釣成日，釣一兩條或者係完全釣唔到嘅話咧，個體驗一定係唔好嘅。因為香港咧就冇乜漁業監管，咁於是乎釣上嚟嘅魚咧大大小小咧數量有幾多咧都可以通通拎翻屋企嘅。咁但係如果人人都係咁樣做法嘅話咧，個海嘅魚就可以講係越嚟越少啦。咁於是乎我哋如果長釣長有呢個概念能夠推廣到，令到海洋資源可以永久持續，亦都令到呢一個釣魚嘅群體咧逐漸咁擴大啦，亦都可以幫助去推廣呢個釣魚旅遊喺香港嘅發展。作為呢個漁民嘅後代咧，就希望咧可以將我哋漁民嘅知識啦，同埋漁民背後嘅故事咧，就去傳俾下一代嘅。魚同埋漁民咧，其實係息息相關嘅，大家一個共生關係。年輕一代帶動翻漁民去保護翻呢啲魚類，去保護翻個海洋。希望佢哋透過釣魚嘅期間，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保育，同埋做多啲呢啲嘅團咧，就可以促進翻一個經濟運行咯。喺呢個綠色垂釣嘅活動入邊，當然除咗垂釣嘅部分，我哋導賞員咧喺海面上嘅講解，一定要掌握到對香港仔避風塘一帶嘅歷史文化或者風俗嘅認識啦。講保育啦，最重要係令到參與者去愛嗰個地方。喺綠色垂釣嘅過程入邊，點樣去保護我哋嘅海洋啦？最重要嘅就係令到參加者由心而發去保護我哋身邊嘅大自然。過去幾個月啦，我哋帶咗啦差唔多500位嘅市民出海，唔單止係教緊釣魚，亦都係喺每一個參加者心裏面咧，仲係一粒尊重海洋、珍惜資源嘅種子。